台湾生物医药制造公司 TBMC 和美国伦力公司正式结盟签约，因上阵全球规模美金上千亿的国际订单。唔但要增加 mRNA 药物的生产量力，嘛要提升咱台湾伫国际生技医药的产业链。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国家级台湾生物医药制造公司 TBMC 宣布，甲美国润力公司举行策略结盟签约的仪式，双方互相合作股东，未来的合作抢进全球要1000亿美金规模的 CDMO， 也就是委托开发甲制造服务国际订单的商机。TBMC 希望甲台积电成功的模式，或者伫生技医药领域，出身台湾的美国润力创办人杨耀明有机会来接 TBMC。我们都要跟台积电学习。那么他们交给3年前就跟我讲说，很重要的5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放眼世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台湾人。TBMC 会对外选购分析的阶段投入生技新药的生产代工。第一优先是血糖活生 mRNA， 第二是基因治疗药物，第三是细胞治疗药物，上尾才是生产蛋白质药物。伫疫情的期间，政府发现真欠 mRNA 药的制造，迄当阵的副总统陈建仁倒刊成 TBMC， 而且伫院长的任内核定。mRNA 疫苗跟蛋白质疫苗是一样的，所以高端是一个好的疫苗，但是很不幸的在台湾受到了很多的抹黑。我希望今天就是台湾生医产业另外一个开始。除了加速我们生产国际级的核酸药物的量能，也能够让台湾的新生的生技医药的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善。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美国润力团队，希望未来会当提升台湾伫咧国际生医产业的能见度，加做亚洲创新生物制造重要的基地。所来 TBMC 头一个阶段制定的开发，嘛伫咧南港开设实验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